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如果有機會返轉頭嘅話，我未必要嚟呢度見你最後一面。我因為販運毒品被判5年2個月。一名女子倒臥屋內，遺下一名女兒，獨自生活數天，而爸爸正在獄中服刑。前晚聽收音機，一聽到呢個消息，我喺度諗唔好咁巧，但係佢第二台再重播嘅時候，佢好多嘢都吻合。我已經係成晚冇瞓過，成晚喺度流晒眼淚啦。我唔知點解我老婆會走咗，我唔知我可以點樣先可以見到佢，個女會唔會有事咧？100、1000個問題咧，我要不停諗。我當日我見到佢係雙眼通紅嘅，咁我跟住我就叫咗呢個所員埋嚟我嗰邊啦。咁同佢了解完，我認為呢件事刻不容緩，所以決定聯絡 RU 睇下有咩幫到佢。因為我哋做班務嘅職員咧，我哋做到嘅嘢有限啊，我哋只可以7分力度、3分溫度，但係唔好睇少呢3分溫度咯，分分鐘可以拯救到個家庭。當時就收到我堂哥轉介嗰個個案過嚟啦，咁我哋咧即刻啦落去揾佢，了解個詳情發生咩事。成塊面咧好憔悴，而且當時佢個情緒都比較急躁。你可唔可以幫我？我真係想揾到個女，又揾唔到出邊，咁我可以點啊？我而家可以點算？我哋會即刻幫你處理噶啦，為你個女一定要撐落去，知唔知？知道啊。我哋知道件事之後咧，決定幫佢申請外出許可，亦可以咧幫到佢女咧燃點咗最後嘅希望嘅。天哥，咁你而家即刻過去揾阿清啦。哦，好啊，我依家出去啦。收到阿清呢個案呢，最關鍵就係要申請一個叫外出許可，因為佢個個案都好有社會關注，佢會有機會去到一啲公眾嘅通道，亦都會構成到一定嘅保安風險。呢個絕對係申請外出許可嘅困難。另一個挑戰就係要在囚人士家屬交齊相關嘅文件。咁但係因為外母當刻咧，其實都好傷心，咁啊要收集咁多複雜嘅文件都有一定嘅難度嘅。咁好彩喺事件裏面咧，就有社會福利處嘅專責社工咧協助佢交到文件，令佢成功見到太太最後一面，同埋唔會抱有遺憾。因為得到咁多阿 Sir 嘅幫忙，我先有機會得到外出許可，見太太最後一面。好多謝阿 Sam 哥同埋阿口 Sir，佢哋都好快速咁樣幫我處理呢件事。因為如果冇一個福利官幫手，或者冇其他職員幫手嘅話，即見佢最後一面你都見唔到嘅，嗰一刻我真係唔知點算。當我哋帶囡囡進入院所，我哋見到爸爸第一眼望到阿女嘅時候呢，我哋就知道囡囡對爸爸嚟講有幾重要。因為囡囡好細個，佢就入咗院所啦，咁都年幾冇見過。最初呢，佢覺得湊小朋友呢係太太嘅責任嚟嘅。
咁所以佢唔係好有信心做爸爸。但透過我哋南巴士賽馬會結伴成長計劃，甚至乎變馬 Hero 呢個小組咧，佢知道啊，爸爸原來係可以發揮功能啦，甚至乎咧佢係小朋友心目中嘅最重要嘅一個家人咯。咁我哋呢個親子嘅活動呢，咁就有別於一般喺探訪室啦，用個電話去溝通啦。佢真係能夠擁抱到個女，見到佢安然無恙呢，對阿清係好大嘅幫助。咁同時呢，就令到佢個女呢都感受到爸爸喺佢身邊啦。你今日嚟呢度同爸爸玩得開唔開心啊？你見到爸爸有冇攬佢啊？咁你想唔想再多啲同爸爸玩啊？喺呢度見翻個女，聽到佢叫我一聲爸爸，令我由18層地獄上翻嚟地面。我好珍惜每一次嘅見面，每次嘅追逐，每次睇住佢笑，每下嘅擁抱都係得來不易。佢係我心目中嘅太陽。多謝我太太可以生咗佢俾我啊！多謝佢支持我咁耐，冇放棄我，好多謝佢。爸爸做錯咗，應承你出到去唔會再犯法，會改過。等我翻出去，我會照顧佢，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。